关甲关起来，也是关起来，也是转甲静音吼，来互咱的礼拜顺遂。是啊，你的看牙伫叨倒？是啊，你的厉害伫叨倒？死的厉害就是罪，罪的关系是律法。总是感谢上帝，伊予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看牙。撒迦来吟诗，学到上帝圣诗第572首。心目主坚固，请咱三角徛起来吟。心望主坚固，就是小罪耶稣救主用的，求你听我祈祷，罪恶世情告我。当我心心能家，是温和我勇行，伤我心结。你有替我休息，我愿心倾听你。心气那会白白，我行未路，烦恼到底脚步，求主引带。黑暗变作一个个。
安宁安息后，我顾因我，救主彼时不敌，莫个惊吓压力，灵魂受小就体。家都应大，阿门。请有缘徛伫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食行着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我伫带你着试，着叫我脱离的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现行投胎，对在手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罗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现行，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相通，肉的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来启应，请掀开信息后面启应文第34篇。伫个信息后面1059面。详细也是诗篇第146篇。启应文第34篇，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挖苦君王。因一话断去就归土，靠雅各的上帝帮助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上主讨帮受关押的人，上主扶持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做声，着称赞上主。请大家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天源的爸，阮的阿爸爸上帝，主啊，阮感谢你，主伫7月第1日，你应带阮众兄弟姊妹三家来敬拜你，无论是伫个实体礼拜，还是伫个网络的头前。主啊，阮拢同心一意，要学乐赞美，也常时要求你的怜悯甲救赎。主啊，阮感谢你伫个将近三冬的疫情了后，渐渐恢复正常。
也渐渐阮通三甲组织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你极大的恩典，阮感谢你。主啊，总是阮也看到伫个世界的中间，依然有战争的发生，伫乌克兰，甚至最近伫非洲的苏丹。主啊，因为执政者的需要，执政者个人的主观的看法等等的原因，发动战争，互足侪百姓流离失所，甚至丧失宝贵的性命。主啊，阮感觉真悲伤，真心痛。主啊，求你怜悯阮遮的罪人，特别互伫顶头的执政者会当紧来煞即个战争，互即个世界通恢复到和平。主啊，阮也感谢你，互咱们教会伫即个社区、伫即个所在，徛起70担。主啊，今年阮儿子阮70担的设立的感谢。主啊，阮要继续伫即个所在，阮众兄弟三甲伫遮坚固阮的信仰，也常时要确定你的福音。主啊，阮今年种种的活动，种种的备办，求你看顾，求你监督。阮伫阮的圣乐的顶头，阮嘛要有圣乐的调一人，小文老师要担任即个职务。阮坚固阮伫教会内信仰，常时伫咧对外扩展福音的讲团。阮也有阮的伙伴的教会，伫咧永和的复活教会。今日感谢你差派有备伫遐就任社区团队、业政义团队来到阮中安来正道。主啊，求你帮助阮专心专意、当心来兴旺福音，讲传你的性命。主啊，阮也特别为着今日，因为身体病痛，因为厝外也是当兵等等的原因，无通甲阮三甲伫遮敬拜的兄弟来祈祷，求你的神悠然甲因伫地，赐因平安，带领因出入平安。主啊，阮要将阮今日的敬拜恭恭敬敬交托伫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灵运行伫阮的中间，礼拜对头到尾，不论是阮的吟诗敬拜、阮的祈祷、阮的共读你的话圣经，也是传道者的正道，拢得到你的监督，得到你的祝福。主啊，阮安尼祈祷，袂堪急，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下面请青年团体赞美，耶和华祝福满满。
摇花祝福满满，感谢亲的团契。三甲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个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第13节到35节。台语和日本的圣经伫个新约102面。路加福音第24章第13节。上迄日，学生中有2人起一个乡社，名以马五，伫耶路撒冷25里。因三角谈论所经过拢总的事。因伫谈论三问的时，耶稣本身近我，甲因三角行。因2人眉目抵到袂认得伊。伊对因讲：恁行的时，三角辩论的是甚物话？因就徛地面带忧扬，其中一个名吉留巴应伊讲：恁兼单身出外伫耶路撒冷，也毋知近日伫遐所经过的事吗？伊甲因讲甚物事啊？因甲伊讲，就是拉撒勒人耶稣的事。伊是先知人，伫上帝甲众百姓的面前所讲所行有关联。第20节，也遐个祭司头甲咱的时代架送伊去定死罪，定伊伫十字架。若是阮平素伫仰望伊，就是迄个要赎回以色列的。毋若安尼，国遮的事情已经3日啊！讲阮中间几啊个妇人，互阮真讲惊，因为因拍蒲光到亡灵，无看见伊的生死，就来讲因有看见天使出现，讲伊国外啦。阮中间几啊人到亡灵，果然看见照妇人所讲的，总是无看见伊。耶稣对因讲：有知的人啊，先知所讲一切话，恁的心怎样较恶信啊？基督受遮的艰苦来入伊的阴光，减无应该吗？就对摩西甲众先知起，你若圣经中所指意的，拢甲因过明。将军所去的乡舍，耶稣亲像要行较远，2人强留伊讲：请甲阮住，时已经暗，日要落啊。伊就入去，要甲因住。第30节，三甲坐倒的时，耶稣摕饼祝谢，白来互因。因的目睭开，就认得伊，念伊无搁看见。因就三甲讲：罗令，伊甲咱讲话，开拆圣经的时，咱的心减无热吗？就即时起身，倒去耶路撒冷，拄着在个学生，甲同伫地的人聚集，得讲主果然果我，也出现互西门看见。因2人也讲起伫路里所拄着的事，甲伫爬饼的时，因怎样认得伊？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行伊的话的人。下面进度请艺进与传道，甲国外的耶稣三拄。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的爸，阮对身体深深的求求你，感谢你帮助阮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头前，对这阮来领受你要予阮的恩典。主啊，感谢你一直的引带，予阮逐工拢会当对你遐得到生命的快乐。主啊，嘛恳求你伫今日的信会中间，查看你的信心。伫遮运行，互阮所听到的，就是对天顶所来的话，互阮对遮来得到快乐，继续来跟对你，做你美好的见证。安尼祈祷、恳求，拢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是叶金义团道，伫咱中间
韭菜有的人认捌我，韭菜有的人无认捌我。因为我虽然自细汉伫南门教会大汉，不过因为我伫2006年到伫台湾神学院读册，我是09年对神学院毕业。对去年7月，我离开原本何塞教会，对明仔载开始，受到南门教会小会差派，要去好好长老教会，也就是咱南门教会伙伴教会，开始担任社区的传道，开始伫好好教会的何塞。今年真欢喜，伫南门教会70周年的时阵，搁偌济时，我有陪着好好教会的兄弟姊妹做伙参与南门教会70周年的纪念礼拜。愿上帝祝福大家，伫南门未来的日子内底，享受搁较济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甲喜乐。对搁偌济4月9号开始到5月底的圣灵降临节主日，伫教会传统顶悬，通常咱拢认为是搁活节期，因为主耶稣搁活这个新约，对咱的信仰有足大的意义。不过，就亲像我以往伫教会服侍中，有时伫团契聚会中间，会甲大家问：主耶稣搁活对你个人的意义是啥物？这个问题，我会当换一个方法问：你感觉搁活节，甲你个人有啥物关系？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阵，常常会出现这款反应。大家会开始问，大家会开始关心，到底搁活节是对一天？伊到底是怎样计算的？因为咱逐冬的搁活节，拢毋是同款一个日子。伫讨论中间，咱会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搁活节就是春分之后第一个月圆的主日。原来搁活节对咱教会一份子来讲，就是爱知影搁活节是对一天，咱会当安排家己的生活。因为当咱知影今年对一天是搁活节，知影教会对一天会有庆祝的活动，知影对一天爱开始练搁活节的歌曲，我就会当安排我家己的生活。这确实对咱教会的生活真重要。不过，诚做基督徒的咱，若对主耶稣的搁活，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只是一个过去历史中捌出现过一个时刻，对伫即马咱的生活无任何的冲击，也是影响，真正是非常的拍算。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伫体会主耶稣基督带来大快乐的生活。亲像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牧师所讲的，咱每一天拢甲家己具的自我伫奋斗。因为咱伫世上的生活，就算咱受洗，成做跟对主的人，咱犹原是活在肉体中间，肉体自我中心会带咱离开上帝最中心的生活真远。所以，咱需要不断回到耶稣搁活的事件，互耶稣搁活大快乐，信心的大快乐，互咱得到快乐，会当成做真正的基督徒，成做上帝中心的军队者。所以我真想要带大家，搁再一届回转来到主耶稣搁活的现场，互咱感受到主耶稣搁活的神迹对咱的生命所带来的冲击甲意义。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7日的头一日，天补光的时阵，有一寡妇人来到耶稣的坟墓遐。伫坟墓遐，因看到非常着惊的现象，因无看到耶稣的尸体。忽然间，因拄到2个穿光艳艳的衫徛伫边仔，这互因感觉非常着惊。
但是这两个人甲因讲，主耶稣已经告我，恁遮个人实在毋免伫死人中来找活人，因为伊已经告我。恁爱会记哩，主耶稣捌讲过的话，人主一定会互罪人来出卖，互伊钉伫十字架顶，第三天告我。所以因常常会记哩啊，所以用上紧的速度，甲耶稣的门徒报告这个消息。所以这个妇人人也成做第一批见证主耶稣过活的基督徒。毋过，伫耶稣迄个时代，妇女的地位真低。一般人嘛认为妇女讲的话，会当相信的无济，所以真侪人认为因伫练笑话，是伫话好难。但是妇人人甲因所讲的话，有引起使徒彼得的注意。使徒彼得来到坟墓遐，伊看见有麻布，但是无看见别项代志，所以也转去啊。伫同一天，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因要去以马忤。以马忤是距离耶路撒冷11公里的庄头。因一面行，一面谈论。因谈论的是最近发生的代志，所以伫因行路的时阵，有一个路人接过因，加入因，做伙甲因做伙行。其实这个人毋是别人，就是因的老师耶稣。毋过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这两个门徒目睭若像青梅啊，因无法度认出耶稣。这大概是耶稣过活以后第一摆显现互门徒看。毋过这两个门徒却无法度认出这个路人就是因的老师。这确实真奇怪。因甲耶稣对3年的时间，是耶稣上界亲近的人，哪有可能无法度认出耶稣？但是，当耶稣甲门徒相甲行的时阵，也无马上就甲因讲我是啥人，颠倒是甲门徒相甲行，而且佫甲门徒问讲：你安尼哪行哪谈论，是伫谈论什么代志咧？所以这两个门徒停落来，满面忧愁，甲耶稣讲：敢若你毋知影伫耶路撒冷所发生的大代志吗？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代志。伊伫咱的民间讲话、行事，拢大有气力，是咱公认的先知。安尼的大人物，竟然互咱的领袖来迫害，来互人判十字架、判死刑，互伊死伫十字架顶。伊安尼大有气力的人，哪会惨死伫十字架顶呢？而且伊是咱一直伫期待，是要来拯救咱的大人物。伊安尼死了，已经死3天啊，已经完全死透透啊！安尼咱阁有啥物好仰望的？这两个门徒对耶稣所讲的话，确实是反映着因迄阵人的想法。耶稣确实一个大人物，真侪人期待伊来引带因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伊竟然去互宗教领袖来陷害，而且安尼来惨死，安尼伊哪有可能来拯救咱？伊连家己拢无法度救啊！伊连家己救家己的材料拢无啊！
伊哪会当来救咱呢？除了因所想的安尼以外，我想咱嘛会当对遮来听到因遮的问道的失望，这有时甲咱人生中间所拄着的代志共款，咱可能嘛会有即款的心声。因心内话可能是安尼：阮遮的问道原本愿望伫一生中间会当有成功，会当有成就，但是阮所对老师即马已经死去啊！阮所愿望的一切拢过去啊，拢乌有去啊！所以，阮原本的人生计划，寄望伫耶稣的身上，耶稣会当带阮来做一番大事业。但是耶稣死啊，咱的人生已经无啥物好期待啊，咱的梦想也无啊。因的人生拄着真困难的危机，因无啥物好期待啊。这问道所拄着的危机，是毋是咱也真熟悉？伫咱军队上帝这条信仰的路顶悬，咱也会拄着无共款信仰的危机，甚至这危机会互咱拄着受苦的时，搁较是互咱真正毋知影要安怎继续落去。咱逐礼拜伫主日的时阵，咱拢会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是安怎伫我人生拄着危机的时阵，上帝你无来帮助我，颠倒互我遮尔受苦呢？我想要也甲大家分享几个我所拄着的危机。第一摆我所拄着的危机，是伫我青少年团契的时阵。我有讲过，我自细汉伫南门教会大汉，所以我伫青少年团契的时阵，也感觉到青少年团契真正足闹热，真正足欢喜的。但是伫我读师大附中的时阵，我感受到真大压力伫我的身躯顶。我感受到我的高中是全国所有的所在所来的精英，所以我一直无法度有真好的成绩。不管我安怎拍拼，拢无法度。后来甚至有一遍，我开始感觉到我会头痛。这个头痛，互我真紧张。虽然我去病院检查，医生讲这哪像无啥物呢，但是我还是会头痛，可能是真大压力所造成的。所以迄阵，我感觉到我有可能，是毋是我有可能就安尼挂掉啊？是不是就有可能就这样死去？安尼我伫学校内底遐尼拍拼，是为着啥物？有啥物意义吗？我的确感觉到，我毋知影要安怎继续我的未来。这是我第一遍拄着性命的危机，所以我迄阵就去问迄阵团契辅导。迄阵团契辅导是吕炳恒牧师，我甲伊讲。我即马拄着的问题，我毋知影要安怎办才好。伊甲我讲：“真儿啊，你毋免着惊，因为咱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咱的性命毋是咱家己的，其实咱的性命是上帝。圣经顶悬有讲，咱的性命拢伫上帝的手头，所以。”若毋是上帝允准，咱袂拄着啥物恶担当的代志。迄阵，当我听到即句上帝应允的时阵，的确
对我有真大的安慰。我知影我的性命毋是家己的，我的性命是属伫上帝。我毋免遐尼着惊我的性命会安怎，我会当来为着上帝来活。所以后来虽然讲迄个疼的感觉还是有继续，但是我无遐尼着惊。渐渐伫考试以后，我的疼就无搁继续。这是我家己第一遍性命的经验。这个经验嘛，互我感觉到，若有机会，我嘛愿意做上帝的奴仆。我嘛愿意将这款上帝性命的话分享互我周围的人，互伊感受到真正性命的快乐。后来，我伫退伍以后，就去到劳工保险局来工作。劳工保险局离咱遮无偌远，嘛是伫中正区内底。我做一个公务人员，我感觉真稳定。迄时我已经渐渐袂记哩，我已经所下的心愿，想要来做上帝的奴仆。我感觉我的生活过了真好，我嘛想要安尼，就继续一直落去。但是无拍算的是，我伫劳保局嘛拄着真互我意外的代志。我伫劳保局工作第6年、第7年的时阵，我拄着一个同事，这个同事非常的少年，伊是我的主管，伊非常少年就做主管，伊普通是身躯非常的勇，普通拢是互人叫做健康宝宝。但是无拍算的是，伊有一遍请假。迄阵听别人讲，伊只是一个发烧尔，哪像无真严重。过几工应该就会转来。结果无拍算的是，伊无搁转来，伊就安尼过身。后来才发现到，伊所得到的是一种嗜血菌，就是讲伊的身躯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伊这款嗜血菌会不断吃掉伊的红血球，直到伊安尼衰竭死亡。这件代志互我真着惊。后来阁有一个同事，伊嘛真少年。我看到伊的时阵，我感觉有一点奇怪，伊的目睭哪有一点黄黄的所在。后来才了解到，伊有得到肝炎，所以伊的目睭的眼底有一点黄黄的所在，有黄疸的现象。后来伊嘛真紧就过身啊，伊阁留2个婴仔，细汉婴仔伫世间。这两件代志，互我真着惊，互我嘛阁一摆，阁再反省着，我的性命到底是为着什么啊？我要永远一直做公务人员吗？我感觉公务人员有遐尼大的价值吗？对我来讲，我心中有一点无满足。我感觉，若是因会当认捌上帝，会当得到性命，这才是人生上大的安慰，毋是吗？所以后来，我伫06年的时阵，我到伫台湾新学院读册，嘛伫09年的时阵来毕业。但是后来伫做传道人服侍的时阵，我有拄到一件代志，嘛互我搁再一摆拄到性命危机。我后来伫2014年的时阵，有到一个机构去服侍。这个机构是恩友中心，伊是专门伫服侍解药的，所以你若无通食，你3顿拢会当来阮遮食。
迄阵我伫新庄即个所在来服侍，但是无拍算的是半年以后，2014年的6月时阵，我甲一个街友发生冲突。这个街友摕一支武士刀扑到我的正面的大骹，迄阵流血非常的严重。我送去病院的时阵，已经无呼吸啊。后来我才知影，医生甲我讲，我失血了1000cc。后来经过大量的输血，我伫交护病房住3天，3天危险经过以后，才转到一般的病房。伫迄阵受伤的时阵，我感觉到我拄到人生上大的危机，我毋知影我的未来要安怎服侍。我迄阵甚至无法度对病床顶悬落来，因为我的骹完全无力，所以我伫迄个病床顶面休困真久的时间。我嘛第一摆感受到，我毋知影我的未来到底会行往什么所在。这是我拄到人生中间上大的危机。同款的，在蒙道，因为因的老师主耶稣死去的时阵，因感受到生命中上大的危机的时阵，甚至无法度搁持守落去，想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时阵，耶稣甲因三角行。耶稣甲因谈论的时阵，因并无责怪这个门道的看法。耶稣颠倒，甲因用圣经中的话，提供因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主耶稣的造物。耶稣对圣经中对伊的描写，带出新的基督的观点。第26节的所在，咱有看到，伫遐耶稣讲，基督毋是必须先受苦难，然后来进入伊的荣耀吗？这句话也对咱每一个人讲。有时咱毋是一定爱经历才会当对你有帮助吗？你毋是必须爱承受这一切人生的经验，恁才会当对自我的想象中间来解脱出来，照着上帝为你设计的样式来成长吗？当咱用这句话来看的时阵，检测咱对人生中的危机，咱会当有无同款的意义。不管是咱伫工作中间来受苦，咱伫求学中间来受苦，咱都会当不再吐气啊！咱会当用新的眼光来看咱人生的造物，一切拢会当安尼发生。对我来讲，一切拢是有意义的。所有一切拢是要帮助我，会当照着上帝为我设计的模样来成长。上帝透过咱每一个人人生的经历，来塑造咱成做伊所希望的款式。咱的主，伊是亲身定伫十字架顶悬的主。伊带来真正的是生命，伊所行的路是一条生命的路。咱成做伊的门徒，嘛需要行伫这条十字架顶的道路，也为这个世界来带来生命。对我家己来讲，这是我人生中间上大的危机。虽然这圣经经文内底带来盼望，但是
也是有真侪时间，我需要忍耐。伫病院出院了后，我有一段时间真懵懵渺渺。我知影我的身体慢慢有伫好中间，但是我的心中间犹原有真侪会惊吓，甲着惊。我会感觉到，我甲人做伙的时阵，我也是有压力。我真惊会得失人，惊引起意外的冲突。所以我无念面就转来教会服侍。我开始找一寡照顾人的服务产业，渐渐想要对遐个服务产业顶悬，慢慢来建立家己的信心。所以我有去上过灵性照顾师的课程，嘛有去上过照顾服务员课程。后来我进入伊甸基金会去做自立生活助理。自立生活助理就是帮助身心障碍的人可以独立生活，所以我服务的对象拢是身心障碍的人。我有一遍去服侍一个全部拢青眉的人，伊是柯明奇老师，伊是第一个将导盲犬引入台湾的人。伊伫我甲伊服侍一段时间内底，伊拢无讲啥。但是有一天，伊问我讲：“正义啊，你的脚是毋是有一点问题？”伊对我甲伊服侍的过程中间，伊会当感觉到我的正脚甲倒脚其实有诶溃烂无共款。对，我甲伊承认讲，我伫脚是有受伤过。伊甲我讲，伊以前嘛是完全无青眉的人。但是伊20岁的时阵，因为拍篮球，甲别人弄做伙，所以意外互伊完全失明。失明以后，伊伫做盲人复健的时阵，初期的确真辛苦，但是后来伊渐渐适应迄款的生活以后，伊感觉到，若伫面对意外的时阵，你会当上介好的方法就是啥物咧？就是去接纳伊，接纳伊，你才有可能开始向前行。所以伊甲我见证讲，有真侪青眉的人，虽然伊毋是自细汉就青眉，但是后来伊青眉以后，等到伊感觉到得到更较侪祝福，因为青眉的人会当做按摩的工作。真正看会到人，颠倒无法度做按摩的工作，遮会做按摩的老师，真正后来拢趁真侪钱，拢买几间厝。所以伊甲我鼓励，虽然讲你拄到遮的伤害，但是你毋免因安尼来失志，你会当继续来向前行。所以，我后来转来以后，我开始伫想，我的空喙，我的空喙到底上帝要互我的空喙，互我啥物款的祝福？我会当对即款的空喙顶悬来得到啥物款的快乐？后来，我想到啊。因为这个空喙颠倒互这成做我的记号。有时我伫讲道的时阵，有时我伫分享的时阵，颠倒毋是用我的财目，用我的知识伫讲道，颠倒是用我的性命伫讲道伫见证。所以，罗马书第8章38节到39节，咱会当做伙来读无？因为我确实，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
是灵界统领者，也是现今，也是将来，是天顶，也是地上的神灵，也是其他的未造物，拢袂当测量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这是主耶稣基督互我的祝福，互我会当看到我的空喙会当真做伊的见证。当我讲这段经文的时阵，其实毋是用我的才华会当讲出啥物，但是我的生命经验会当见证这两句经文是真正的，是真正上帝的应允。上帝的确甲咱三角地地，无论咱伫啥物款的错误内底。真正欢喜的是，即届70周年，我嘛摕到一本南门教会的纪念的特刊。我真正看到内面真侪内容，特别是特刊中的受洗的见证，也是感恩的见证，特别感动我，因为伫中间，不管是少年人，也是长辈的见证故事，拢表明大家对信仰的追求。安尼的追求，事实上有时拢爱付出代价，但是也互我深深的感受到，大家对信仰的认真，又搁较鼓励着我。的确，国外的奥妙就是伫即款时显明出来。伫咱拄着一切困难的时阵，真正这个困难拢无甲咱讲喙，只是讲喙咱对家己、对生命、对上帝的想象。那咱会当对即款自我的形象来破喙，咱就会当来面对真实的自我，也就是对上帝创造咱特别的形象来开放家己。所以，不管是对70周年的周刊，也是对教会内底，才会真认真来追求信仰的天路伙伴。不管你是少年人，也是长辈，我拢对恁真正佩服。虽然讲伫追求真正的信仰的时阵，恁可能嘛会拄着无共款的困苦。但是，咱只要对上帝，互咱真实的自我形象来开放家己，咱就会拄着主耶稣基督国外大快乐。就亲像我的空喙共款，我相信这个空喙，互我对着真大的保护，嘛互我对着真大的快乐。愿耶稣基督国外主耶稣帮助咱每一个人，互恁人生中的空喙，成做珍珠，来成做永远的荣耀。愿咱嘛会当经过这一切人生的危机，来得到上帝互咱真实的荣耀。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知影你的疼是永远无限的。你亲身帮助阮每一个人，伫每一个路程，拢会当得到你满满的帮助。虽然阮有时会拄着艰苦心的代志，但是阮知影，对这你要来成就阮每一个人的人生。你要来祝福阮每一个人人生，愿你亲身帮助阮，会当继续来跟对你，会当继续来对你国外的事件中间来得到快乐，因为你是阮的主，阮要一直安尼来跟对你，安尼祈祷、恳求、仰望，拢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给传道，互咱的缅地三角来吟诗
应答上帝话，信息第592首，咱行世间的路，请咱三脚徛起来。咱行世间的路，心肝向人有处，因为心需要为要我，甘愿也拢会出。后来行到路中，伊无拍算的事，帮助的人来对咱讲好，人通听做理。咱嘴久久无开，打进我的叮当。不过因为有拄着伊，咱就甲一无同。望伊真多事，论那些的耶稣，实在有这神的辛苦的世界受苦。后来迄人就讲，伊是行无应该。咱若明白这本圣经，就会晓我了解。伊就引起摩西，甲主要真神的，来甲信息咱全因罪孽，是行主所指示。心肝就大欢喜，别切来对伊讲，请甲阮大家小开始，互阮个受感动。后来这倒的事，耶稣替拼救赎。请坐，请咱准备今日奉献，拜托美心之书加家宏之书。奉献感谢，请咱三脚徛起来。我的听堂求主唱，听你也归之世界，但我的只限家己。
下面由我简要来报告，记载伫个周报的第3版。教会消息：第一，欢迎甲感谢今日欢迎大家今日来礼拜，也感谢本会栽培出身的艺正传道，今日带予咱的信息。愿上帝祝福引带伊将来服侍的道路。礼拜后，请大家留落来交伊请安。第二，小会公告：2003年第3届小会决议对5月初1开始，聘请艺正传道为本堂的社区传道，全时间派伫个永和的复活教会，协助咱的伙伴教会牧养的工作。另外也任命陈晓文老师、陈晓文执事来担任本会圣乐小组的调集人的职务，来统合各团体的音乐事工，请大家为因的事奉代祷。第三，咱70周年这个纪念衫已经来一部分啦吼，有订这个绿色甲棕色的兄弟，今日礼拜后，请准备100块伫个1楼来交予咱的工作人员来换这个领取的券吼，到地下室来领。其他的事嘛，希望讲下主日会当摕到。咱鼓励大家伫个5月第2个主日，就是母亲节迄个主日，咱拢穿即个适合70周年的纪念衫来礼拜。洗的时阵，请大家小可注意一下衫的边边放伫迄个网袋来放落去洗衫机内底。第4，主日的夏令营，今年要伫个7月初5到初7来举办。7月初8，暗时伫个咱教会甲敬拜团要有一个适合70周年的音乐会，三甲来演奏。即摆已经开始报名吼，嘛有早鸟的优惠吼，请咱大家会当来扫即个 QR code 来报名。第5，读书会，白用谦长老有发起一个读书会，要读标杆人生吼。伫个即礼拜拜三每一个礼拜即礼拜拜三开始，每一个礼拜拜三暗时7点半伫个办公室来举行。有兴趣的兄弟，请办公室来报名。第6，读经默想的灵修，团导组计划伫5月15要推出新的即个读经默想，即届要读出埃及记，嘛是用报名的方式吼，请咱来扫即个 QR code。第7，母亲节5月14母亲节的赞美礼拜。咱第1场华语礼拜要暂停一届，迄天有开车的兄弟吼，会当将车停伫个南昌街即个台电的停车场。团契消息：华侨团契今日中昼12点45分要对教会1楼集合出发，要去迄个伫中庆南路2段吼，离咱教会无偌远，有一个孙玉璇的纪念馆。这是马街火专所主办的有一个 AI 照顾智慧医疗展吼，嘛有请迄内底人来导览吼，一个人是爱支付门票40块，请咱照即个时间来集合吼，甲迄个华侨团契义分会长来报名。下面教界消息，大岛的事项以及后壁奉献的内容，请咱家己来过目，然后订单请办公室来跟进。伫咱要举行初恳年传道去复活教会，即个初恳礼以前，我先代表教会欢迎今日伫咱中间有几位人客吼。特别欢迎为加州倒转来吼，廖尚敬老师的弟弟尚福兄伊拜二特别倒转去加州吼，还佫有即个陈树立东长老伊也是为加州转来，伊也是拜二拜三要转去加州的。
也咱顶礼拜有2场的装饰商家真感谢咱教会对因个别礼拜的协助蔡秀兰姐的妈妈以及木生兄、木生嫂，昨昏咱有个别礼拜咱教会大家伫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甲悲伤的人三甲悲伤。毋知咱中间抑阁有需要我介绍的人无？咱原来欢迎为乌克兰战场医疗团去伫遐历劫归来，蔡巡典长老。咱有机会来听伊来讲乌克兰遐个情形吼，昨昏才为乌克兰倒转来，咱欢迎伊。我先来介绍即个小会有伫咱70周年内底有一寡新的变化吼。咱即组鼓是新买吼，音乐方面咱会发现最近咱一直有咧加强吼。即马敬拜团大概4团几团？敬拜团咱才有几团？3团然后加上雅音献歌对青年团嘅个青少企业，所以咱的音乐时间愈来愈强需要有一个人来整合吼因为使用时间器材等等所以小文老师请互大家来看一下吼关于音乐的时间以后咱有啥物代志，通过伊来建议也好来帮助你也好。互咱遮个敬拜团遮个献歌队各方面拢会通真顺序来进行吼互咱音乐时间伫礼拜中过后，所以咱拍拍来欢迎，多谢小文老师。最后咱就是要介绍正义传道，我想咱中间一寡人捌伊咱小会已经委派伊，就是为明仔载开始。伊全时间要伫复合教会做咱的宣教师派驻伫遐来帮助因迄个所在一切的事工，所以咱小会今仔日正式来找见伊请小会员也是咱在座的这名誉长老，请咱来头前咱花手来替伊祈祷，好无？喂请我过来吼，先互大家看一下吼倪正义团队实际上是今仔日伊个哥哥咧替伊赎回啦吼，嘛是一个足水的一个场面复合教会真弱小，因差不多敢剩10个人伫永和秀隆路2段咱教会感觉上帝互咱教会真侪稳定咱毋茫帮助较弱小的肢体也会通永助，所以特别聘请正个正义传道去到复合来牧会的工作，所以咱即时来听上帝教示咱的话。伊有所书甲咱讲，伊所想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是为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主内兄弟姊妹，即马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设立年正嘅义面义口义读出嘅义正义传道义正义，做咱教会的宣教师。来牧养、车垦去到台北中会、永和的复合教会，宣扬基督福音，建设佮协助当地教会，造就追求基督信仰的人，关心当地的社会，来荣光上帝，愿上帝甲伊三得的。这是请咱长老咱来个换手，咱做伙来祈祷，来个换手伫伊身上来。咱做人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创造宇宙的主宰，你通过你的囝，阮的主耶稣基督设立教会。今仔日阮组织伫遮，愿敬拜俄罗你，也要受职，互义正的义传道，你所竞选的路卜来做南门教会的宣教师。教会头，阮的主耶稣基督，你把吩咐阮讲，
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佮对阮讲，福音要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帮助阮祈祷的圣神，恳求你将即个异象、将即个能力放伫义传道的心内，将你的快乐、恩赐赏赐互伊。三位一体的上帝，恳求你看顾保守你即个罗卜，互伊伫迄个所在有上帝主爱恩典，互伊诚做南门教会社区传道，伫遐来执行伊的职责，牧养上帝你的羊群，宣扬天父疼人耶稣基督救赎福音，会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阮来恳求，阿门。请咱兄弟姊妹拍拍来鼓励伊，也时常为着伊祈祷，多谢，多谢。最后咱今仔日有要领迄个衫，看定去的时阵有三组，你甲报名，咱会通领迄个衫的迄个券，然后去咱会协助甲你摕。咱毋忙5月14日来看一个场面，就是咱大家穿无共款式的衫来进行。伊有特别交代讲，迄个衫质真好啦吼。咱有印迄个南门教会的 logo， 为着惊洗衫的时阵会去损害到即个 logo， 所以你要洗衫的时阵，甲伊绑做后壁面，放伫网袋，安尼会通互咱的衫较久。毋忙即礼拜、后礼拜咱拢领有着14，咱大家做礼拜清出来看卖一下吼，来场面一定真壮观吼，多谢咱大家。三甲来吟上人的诗，圣诗第346首，吟诗煞请张牧师祝祷。愿我若行甲主那看，享受小天安宁，一无路就我错高有个周情，祈祷祈求愿主一时所定好无比，对主为心灵魂气，体验几多恩惠，扎根享受平安日子，就了真理欢喜，每天拄着患难心事，有毋通帮你，求我主那我心心平静安宁，顺给金更最清楚我的高有个作阿门。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各我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因带祝福，家己传道三甲一个，以及咱正大家三甲一个，对这世教永世代无尽。阿门。请。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列岛避讳。